聖經撒母耳記上10章27節，但有些匪徒說：這人怎能救我們呢？就藐視他，沒有送他禮物。掃羅卻不理會。嗱，當日神揀選容許掃羅做以色列人嘅第一個王，呢個係神嘅允許，神嘅旨意，讓佢咁樣嚟到去做。掃羅明白。所以當有啲嘅匪徒唔尊重佢，不接受佢嘅時候，佢冇加以理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日我哋有一個好重要嘅原則要學習嘅，就係今日我哋所做嘅事係咪神嘅旨意？當你清楚明白係神嘅旨意嘅時候，我哋就要堅定相信神嘅帶領。有好多人會贊成你個選擇、你個決定，但係可能都有啲人反對你。唔好理會嗰啲反對你嘅人，反而你要係選擇行喺神嘅旨意，行喺神嘅喜悅嘅裏邊，求主幫助我哋明智嘅決定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